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5倍券。政府本地是讲爱民众提出着1000块的现金来换5000块的券，也毋过昨届民进党的立委沟通了后，决定讲民众免付1000块咯，就直接发5000块的真现券。有袂少人认为讲这甲12年前的消费券同款，算是行马英九一个公道。不过前总统马英九讲，行医公道无重要，重要的是爱互民众有公道。 所以一定要对症下药，针对真正需要的民众纾困了才有意义。所以还是应该发现金是比较好。所以呢，我非常感谢大家说要还我公道，不过还马英九公道不重要，要让民众有公道。 虽然即摆已经免付1000块了，也毋过马前总统也是希望会当发现金。消基会公布的问卷，有高达90%的民众赞成来发现金。马前总统希望政府会当来体察到民意，发现金代替着5倍券。